政府积极推广海上的活动，不过最近台南的游船业者却拢收到一张公文，主管的渔业署要提高游艇停靠第一类渔港的收费，而且一起就是加了3倍，互真侪船主拢挡袂牢。光山高节，这是纯政府单位的码头起这个价，非常会无合理。大概4倍就比迄个 BOT 出去的迄个搁较欠薄啊！你政府就规去做迄个专门咧抢钱的就好啊。使用者付费我接受，可是渔业署提供我们什么设施嘛？以大行拢要安去政府提倡向海致敬，我觉得禁是禁止的禁。逼我们这些船主都大家把船卖一卖，不要玩了啊！我公司有7艘船，5艘涨价，一艘大概现在是4200左右，涨价之后变成12000左右。当然这个东西还没有确定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积极争取，看能不能把这个调整的幅度可以尽量拉小一点。如果相对的不行的话，大家就把船卖一卖就不要玩了啦。对此，立委陈廷辉上午也是中央的渔业署、甲地方渔港所以及船主来座谈，希望商讨出合理的改善办法。今天是针对所有的一个游艇、小船他们停泊的一个管理费突然之间就是公布说要以所谓全部过去，他们可能都这个没有分，就是这个1个月这个有3000块，这样加起来，他们以长度3000块，然后现在公告是12000，那从现在马上就要这个公告之后，所有的渔船或是小舶游艇的这些民众小船游艇的民众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些冲击对他们讲压力整个增加了4倍没有人可以接受。所以今天这些游艇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船的民众就跟我澄清，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约我们的渔业署，还有我们的渔业局，看怎么去处理。其实它主要的一个改变呢，主要是针对在我们的渔港里面停泊的渔船，如果它没有有效的渔业执照的话，这个部分呢，我们将要开始收费。其实这一次的主要的变革是在这里，必须要先跟各位谈谈，讲的比较就是说，大家要比较了解的是，应该是所有的船停在里面，只要是没有渔业执照的话，我们都可以收费。这是第一个。因为渔业署在今年1月份公告修正农业部主管渔港基本设施使用管理费的收费项目和费率，在全台总共有9位第一类的渔港，现场经过厘清收费的规定和范围。目前停靠在安平渔港 CFG 区，总共58只的船只，拢是属于停靠在非属农业部管理的营运的码头。按照船只的长度，每公尺每工收费10块来计算，收费未有任何的改变。另外，现场嘛有船主提到载客的小船停靠的收费问题，修正后的费率嘛一律以长度来计算，而唔是原先以栋数来计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